日子伫上帝照顾内面到呾经过拢平安，为着遮来感谢伫主的面前。咱也要伫主的面前来仰望继续帮赞，互咱安乐圣教会会晓搁较借着读圣经来认捌主上帝，来领受上帝的疼痛。有时阵咱活着安尼改成足无气力生活改成感觉真侪问题、困难、挑战。但是咱奉主耶稣基督名讲，主啊，我要活出你的权能，活出你的能力，活出你的平安。所以咱为着咱家己会当伫主的内面，搁较是倚靠主的话，甲上帝三甲同行，互咱真正靠主刚强，心内力量勇行起来。所以，互咱会当活出这款权能的生活。奉主耶稣基督名来为咱家己祈祷，也为着咱兄弟姊妹祈祷。互安乐圣教会，咱每一位兄弟姊妹，搁较是牵调上帝的疼痛，了后咱会通伫上帝的疼痛内底，真实来疼惜身边的每一位。咱同齐为着这两项代志来祈祷，开声来祈祷，请。圣哉，圣哉，圣哉！至圣的主，阮的上帝，你的疼痛甲阮同在，保守阮，赐阮伫阮经过风台，经过大雨，祝你互雨水停煞。也赏赐阮一个新的恩典，伫基督的内面，雨会过，天会清，上帝恩典一直伫阮的心灵。主，阮感谢你照着你的话所应允，因为超找你的面，主，你亲自用笑的面来帮助阮。你是主，是上帝，你管理，你引带，你赐福。阮今日来到伫你的面前，仰望主你的疼痛，赐阮伫阮的内面。继续保守阮，互阮倚靠主，心内的力量勇行起来。主，阮伫生活当中遭遇的艰难困苦，你有应允阮，将着万项代志带到你的面前来。主，你就要帮忙阮，你就要引带阮。你也通过所有的代志，互阮看到，阮虽然人生会拄着困难问题，但是主，你比阮的问题搁较大。你比阮的困难搁较大，你要带阮行过艰难的日子，互阮会通回头倒转来看，上帝，你是阮永远的絆脚，是阮永远的倚靠。要赐阮伫每一位超找你的百姓，互你的百姓伫主你的内面领受对天顶所来，上帝你所赏赐真实的平安。就是主你所应允的讲，我靠耶和华的一项好处拢无欠缺，唯愿你的话语成就伫阮的当中，互阮靠主心内刚强勇行起来。感谢主听阮的祈祷。咱接下来为着今仔日咱的礼拜来祈祷，为着咱亲爱兄弟姊妹来祈祷，为着咱家己来祈祷为着讲员，为着扫的传道来祈祷。为着咱伫主的面前来仰望上帝的疼痛，恳求圣灵运行伫咱当中，互咱伫上帝的法度真理内底，照主的心意来敬拜、来服侍，互咱的心灵真正是对伊的奴仆、稍微传道对咱所分享的，得到满满饱足的养赐。咱三甲做伙，为着咱家己，为着讲员。恳求圣灵运行伫咱当中，引带咱开声来祈祷，请。圣哉，圣哉，圣哉！至圣的主上帝，你的疼痛无极限，你的恩典赐阮伫阮当中。主，你甲阮讲，阮若超找你的面，你就互阮找着，因为你家己是会当稳重的主上帝。你若稳重，啥物人会当找着你的面呢？但阮向你恳求的时阵，你就亲自向阮显现，耶和华，阮仰望你，赐阮帮助伫阮当中，保守互阮照住你的心意，活伫这个世代。主啊，当阮今日来到伫礼拜堂，就亲像大笔的祈祷讲，主啊，阮有一个期待，阮有一个恳求，就是互阮一生一世踮伫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你荣耀的面。主，互阮一生一世住伫你的殿中，互阮欢喜进入你的门，感恩来进入你的院，
学乐伫你的言语当中，来用着这世代来见证。主啊，是除去阮心中所有一切艰难困苦怨气或者是活命内底大大细细遐哪吒阮甲你亲近的代志。主啊，互阮会通伫这个时阵亲自来认捌你、经历你。会通来知主，你是阮活命永远的依靠，也是阮最大的依靠。更新阮、医治阮，照你的话所讲，主你赦免阮拢总的罪过，医治阮一切的疾病，甲阮对着软弱中，佮再一届，互阮徛起甲本国的王子三甲同齐，因为你是主上帝，依靠你的的确勇行伫主你的面前。阮为着今仔日的礼拜，通过礼拜的礼仪，主互阮搁再一届认捌你、经历你、享受你的同在，甲家己奉献互你，通互主你家己阳光的恩典显明伫你正儿女的身上，伫逐人的家庭，同心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来请什么？来明来请明传兄来报告，谢谢。兄弟平安。消息报告：第一，今仔日老牧师前往世界之光圣教会正道，敬请兄弟为牧者的侍奉得力。出入平安大道。第二，8月18至20，牧者同工参加总会举办的牧家旅游，敬请兄弟为一切行程平安大道。第三，8月20暗时8点祈祷会改做线顶举行，敬邀兄弟一同上线祈祷，同心为教会。主坛修望。第四，友和日照中心外电曙光，8月27下晡2点半至3点半，欢迎兄弟参加。详情请接触那个牧师娘。第五，8月28早起9点半至11点，门路。安南英华幼儿园福音行动，请各位兄弟齐心带导，会当得到更加多的活命的果子。补充报告，以上报告，敬拜俄乐，请敬拜团。我袂记得用麦克风，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好，咱可以吗？快乐无？有快乐无？我好，真好。所以伊讲，甲边的人讲，我心充满了快乐，我心充满快乐。嘿，就是要来吟这首歌哦，大家就放松，一起齐唱。佮大家讲，咱来用心唱歌，咱的迄个心就亲像咧祈祷，佮加2倍哦。好好唱歌就亲像祈祷2倍的功效。所以，望咱大家人会当安尼来这唱。头前我来唱了后，好，做伙唱下来。我心充满快乐，我心充满快乐，感谢主恩典，感谢主恩典。做伙来，低头来。我心充满快乐，我心充满快乐，小亮主恩典，小亮主恩典。来，主你的爱。
心充满快乐，小良祝稳定，小良祝稳定。祝你为罪人修定心意家，祝你为罪人修定心意家，我送生命为我。充满快乐，我心充满快乐，小良祝稳定，小良祝稳定。祝求你怜悯，飘飘乾坤球，祝求你怜悯，飘飘乾坤球，将你的惠赐我。我心充满快乐，我心充满快乐，小良祝稳定，小良祝稳定。祝奇妙听堂，世间不通比；祝奇妙听堂，世间不通比。为永永更为黑。我心充满快乐，我心充满快乐，小良祝稳定，小良祝稳定。祝你为罪人修定心意家，祝你为罪人修定心意家，我送生命为我。充满快乐，我心充满快乐，小良祝稳定，小良祝稳定。祝求你怜悯，听遍千春求，祝求你怜悯，听遍千春求，将你的惠赐我。我心充满快乐，我心充满快乐，小良祝稳定，小良祝稳定。咱拍拍感谢主，为咱下生命，祝福咱平安甲智慧怜悯咱。哈利路亚！咱继续要来吟唱歌，唱出感谢。咱
地，搁开设来祈祷。哈利路亚！阮着常常少量主，继续你的恩典拢到夜用。阮愈数算，阮的心愈欢喜。哦，主啊，阮的心力量愈开阔。哦，总是咱看见上帝，你笑面帮助你的正百姓，你伸手来抱你每一位所宝贝的儿女。我看见你永无止息的疼，无条件永远的疼痛，甲不离不弃的爱，在我们的当中。哦，是你的疼不断的流露，在你圣会内面。哈利路亚！主啊，阮的耳朵内面，互阮的心开阔出来。来，咱着同心。上帝，你是阮的主上帝，阿门。永远徛着信息一位，我要来信靠你，永远信靠，阿门。信靠耶稣，阿门。嘿，咱的一生是要找啥物，才会满足咱的心？咱的一生是要找啥物，才要过上的心？
边的人讲，信靠耶稣无超凡，信靠耶稣真平安。信靠耶稣真平安。是咱活着的人，还佫有开设的人，拢会当知影，对他经过拢平安。是上帝极奇妙的疼痛甲怜悯，尊老咱的活命，领受伊的祝福，佫会当加岁祝福。阿门。对他经过拢平安。伊的关联甲温哥为着受苦的兄弟来祈祷，你所知影的一个，你来笑念伊，请。伫父亲的内面，伫治疗的过程当中，上帝啊，你怜悯我会当来到这里，我会当笑念你的恩典。希望你的慈爱甲疼痛，愿你医治的能力照顾特别滴到咱你的圣殿的每一位。伫遐的跪了，心拍败时，遐的就是你的殿，遐就是你的祭坛。我若要成做一个君尊的祭司，圣洁的祭司，就家己献上成做祭物。愿你安尼一个所在一个所在，你拢纪念，要你来到的兄弟姊妹，你所疼痛的正儿女啊，拢要得到主的养赐，拢要得到你的照顾。阿利啊，所以阮相信，我们伫所在拢要得着神所赐的安康，对大家经过，大家拢要平安。天光救主，爱作帮赞，对他经过拢平安。我心深是耶稣恩典，不怕将来的试炼。地面上的主爱奉献，怜悯保护也不停。前面所有一切过路，完全都。
主耶和华，阮的上帝，阮真欢喜踮伫你的殿中，阮真欢喜，阮一生一世会当踮伫你的殿中，会当瞻仰你的荣美。主啊，只有你是阮的主，你甲阮讲，耶稣基督对阮讲，恁心内毋通忧愁，恁信上帝也着信我，因为主耶稣要赏赐予阮，赏赐予咱有即个世界所袂当互阮的平安。主啊，阮看到你就是平安的源头，阮看到你就是祝福的源头，所以阮就来敲找你，阮就望会当更较济对你经历上帝，你更较济奇妙的丰富，你奇妙的恩典。主啊，阮来到伫你的面前，阮仰望你，阮一生一世跟对你，因为阮知影上帝你的恩典够也原用，因为阮知影，阮找到你，阮就是找到真理的道路，阮就是找到一个蒙福的道路。阮的活命特别永远行伫上帝你的恩典当中，直到永永远远。主啊，愿你亲自来引带阮，愿你亲自伫阮每一位兄弟姊妹的活命当中，你亲自来引带阮，带领阮的脚步，互阮每一天跟对你的话语，照着上帝你的信息、你的听堂来回应上帝你的恩典，永远对你来行。阮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同心来上读诗篇23篇，请。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无欠缺。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引带我伫通安息的水边。伊予我的灵魂静养，为家己的名引带我行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无惊灾害，因为你甲我同在。你的拐、你的竿，拢安慰我。伫我对敌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抹了我的头，予我的后背满溢。我一生一世要有恩惠慈爱对着我，我也要踮伫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阿门。兄弟，请坐。现在咱要来启用上帝话。咱的圣歌第32篇，我启兄弟来用好的时阵，三甲来上读。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你的言语伫我的顶腔何等的甘美，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所以我爱你的命令。我趁天也袂讲呼求，我趁夜间袂暗，我将目睭天开。用我的指头来歌颂你的话，耶和华，我较无你的救恩，你的律法也是我所喜爱的。阿门。咱的牧师要去到世界之间，为着复兴馆的项目，咱将时间来请少的团队来为阮分享上帝的话，请。各位亲爱兄弟，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甲引带，嘛感谢各位兄弟姊妹的带导。咱过去一礼拜，咱教会第三队去到伫屏东西雅乡伫遐和平顺利会伫当中来举办即个儿童夏令营的第选。咱感谢主，引带带领，互一切尽拢平安顺利。伫咱即个和平顺利会即个第选吼，对于我来讲是今年伫暑假当中我第
第五个参加的营会。啊，真感谢主的恩典，就是带领吼这5个营会拢会当真顺利、真平安来结束。吼，亲像我甲孟春传道，阮2个人是伫即个暑假吼，拢总咱看到有这5个对6月30就开始吼参加即个Shine的青少年营会，后来后礼拜就是参加南部教区的青少年的营会，后来搁后礼拜就是南部教区儿童的营会，搁来休一礼拜就去到伫日本东京中华基督教会的底宣，后来转来搁休一礼拜就去到伫西雅乡。感谢主，虽然伫即个暑假当中吼，差不多有一半日子拢无伫厝里咧困啦，但是咱感谢主，因为上帝恩典教养咱用，咱看到其实上帝不断伫暑假当中，要一直来显出一个真重要的重点，就是伫暑假当中要不断借着逐个教会的事奉，要来兴起伫教会当中的下一代。咱看到伫即个营会当中，每一个营会，头前2个是青少年的营会，后壁3个拢是儿童的营会。我相信上帝伫暑假当中，这毋是干那阮2个有参加真济营会，其实我相信真济教会拢一直伫暑假当中咧举办逐项无共款的营会，为着就是安那，就是趁暑假即个时阵，就是趁暑假即个时阵，要互搁较济的囡仔，即个遮个细汉囡仔，遮个青少年，当因伫暑假，可能因搁伫放假的时阵，就伫厝内面毋知要创啥的时阵，就借着遮个营会来，上帝要伫当中来对因讲话，借着遮个营会，上帝要来蒙调因的心。咱看到上帝伫当中所做一切奇妙的工作，虽然伫当中有真济面对到困难的所在，但是咱感谢主，上帝拢保守咱平安经过。伫过去即礼拜，伫屏东西雅乡的和平顺利会即个儿童夏令营，其实伫当中我今仔日要来分享3个，我感觉伫即个营会当中，我感觉真感恩的代志。我先分享第一个，就是伫即个西雅乡的即个营会当中吼，咱若是知影着。伫拜3的时阵吼，就是伫拜3的时阵，风台要来吼，因为咱伫顶礼拜的时阵，咱就一直拢看到即个气象预报，咱看到讲风台要来啊。当看到风台要来，咱就一直咧祈祷，一直咧祈祷，为着即个营会来祈祷。咱望即个风台要来的时阵，是袂互即个营会受到影响。所以呢，咱就拜2就做伙出发到伫和平教会，感谢主，拜2一路拢平安。拜2吼，搁无风无雨，所以一路拢平安，就到伫遐。后来就徛去伫迄个民宿遐。后来过工要去的时阵，开始对民宿出来时阵，开始有一寡咧落雨，有咧起风，但是搁无足大，所以就趁会知影，就较紧去到伫教会，开始准备迄工的营会。感谢主。因为迄天是风台天，所以呢，就安那，所以即部落内面拢安那，拢无受到影响啦，嘛拢无上班啦，所以遮个囡仔吼，拢透早就来到伫教会。所以其实遮个囡仔吼，就是伫拜3迄天吼是来上济，所以咱就去阮就去到伫迄个和平教会伫当中开始，就。咧透早差不多9点开始，咱的营会的时阵，后来就一直进行到要晚中昼的时阵，外口就开始咧透风落雨，风雨是足大的。我就真感谢主，伫迄个时阵，我就有一个真感谢上帝恩典的一件代志。我嘛伫迄天下暗伫因教会的祈祷会当中，我嘛分享，就是原本吼，咱教会的底宣队原本。咱是有定讲是拜3才要去的啦，就是拜3透早去，就下晡就开始举行即个营会啦。但是，就是自遮个已经招募，遮个东港招募到齐的时阵，
咱就想讲吼，若是咱遮个当工吼，为虾米咱原本是要拜三去咧？就想讲，若是有人吼要参加迄个伫三拿溪迄个灵修会啦，安尼就转来吼，啊，搁过一工较搁去啦。啊，但是后来就招募着遮个当工的时阵，就想讲，若是吼，咱无，若是咱拢无要参加即个灵修会吼，啊无咱就提早一工出门，安尼就好啊。所以后来咱就来开始问讲，哦，若是咱会当提早一工出门去到伫遐准备，安尼有较好、较长的时间会当准备。咱真感谢主，哦，真正啊，上帝就引带领哦吼，咱所有的同工拢会当提早一工出门。所以到伫迄工的时阵，我就真感谢主，好佳哉，咱提早一工出门。无咱的营会吼，就减一工啊。因为拜三迄工吼，若要出门去到伫迄个西雅乡吼，路途真正是真危险。因为伫当中哦，有即个透风落雨，外口的遐风雨吼，真正是足大。咱进前吼，就是南部教区青少年的即个营会伫哪来教会？灵修园区就是原本其实是7月初7到初9啦，原本是3工啦，但是就是因为风台来，所以第一工的取消，就变做缩做2工的营会。啊，但是其实去遐2工的营会吼，嘛是拢停电啦，嘛是拢伫遐拢无电咧生活咧举办营会。所以其实若是咱嘛伫西雅乡的营会，若是咱嘛是原本照着有定讲的。拜三才要去，安尼可能咱就变做拜四才去啊。安尼咱的营会就剩2工，剩2工半尔。所以其实我伫当中就感受到上帝真奇妙的引带。虽然伫当中有风台，但是咱拢秘伫教会内面，其实无受伤害。咱都秘伫教会内面，囡仔嘛拢无出门，嘛拢袂当出去啦。因为门拢关落来，因为外口风雨足大，所以遮个囡仔嘛拢袂当出去。咱就以前吼，就是旧年听到去遐底选的同工吼，转来就分享讲，遮个囡仔吼可能吼来吼，啊，就安那中昼食饭食煞，食了就想要转去啊，想要转去厝里。但是迄工因为拢风台，所以因拢踮伫教会内面，咱就规工的营会伫当中，感谢上帝真奇妙的看顾。到伫暗时啊，咱参加即个祈祷会，祈祷会结束了后，外口风雨已经拢平静啊。咱就离开教会，就感觉上帝真奇妙的引带甲带领。所以伫当中，我特别要伫当中来感谢上帝，这是第一个我要分享的。后来呢，所以咱就先来看，这是咱伫和平顺利会的儿童营，这是伫昨昏最后一工，最后会知影。咱伫当中所翕的即个大合照，咱感谢主伫当中有真侪囡仔来参加。其实昨昏啊，佫毋是上侪人的，因为昨昏有一寡，因讲有一个家族要做伙出去家族的旅游啦。啊，家族的旅游是包游览车出去的哦。嘿，因就是部落当中的一个家族，啊，就差不多30几个人啊。所以其实伫当中有减少一寡囡仔，但是呢，嘛感谢主，因为阮伫即个拜五的时阵，有请遮个囡仔吼，就是带阮的团队出去，啊，就去到伫当中要探访遮个社区的长辈，啊嘛伫当中来分遮个邀请的单，就是要邀请因会当拜六会知影来参加即个聚会。咱感谢主嘛，伫当中有一寡大人，就是一寡伫当中的家长，也是因的阿公阿嬷，就是会当来参加。咱感谢主伫当中有一个真美好的结束。刷来这段时间，我想要先来互咱的同工要来分享，因为咱的同工吼有真侪人啦，所以拢总有9个人，所以伫当中呢，咱就用影片的方式，咱已经伫底选的当中，咱就来录影，咱就为因来录影，啊，就用影片的方式。但是因为等下吼，拢总有7个人要讲，所以其实这影片有较长吼，啊，但是大家就专心来听，咱就来看上帝伫当中是怎样来带领咱的同工做伙伫当中来经历上帝美好的听堂。好。
因为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得到一个启发，然后就是说没有孩子，可是我们可以神的恩典让我们去关怀更多的孩子，所以我就想说，可以参加这个夏令营，这样。就像我们今天去玩游戏，然后去拜访那个年长者的家庭啊，然后我发现说他们的信仰是融在生活里面的，因为我们不是说希望他们陪着我们一起唱歌嘛。他马上就可以唱出圣歌，跟我们一起唱，然后就希望他跟我们跳，然后他们就可以跟着圣歌一起跳舞。我觉得说，哇，他们的信仰真的比我们还要更生活化。因为姐姐之前有参加过短宣，然后每次听到姐姐的分享，就很想要参与在其中，但是那个时候还是国小，所以就没有办法参加。但是当我到可以参加年纪的时候，疫情就开始。所以呢，就没有这个机会可以参加。但这次刚好有狮子乡的短宣，然后也刚好我有时间可以参加，所以就和姐姐一起来。并且参课的是，部落的小孩他们都很喜欢唱歌跳，然后这次看到他们在敬拜过程当中很大声唱歌，还有今天他们在拜访长辈的时候，他们跳舞，他们今天跳了勇敢。然后可以不需要，就是我们带领他们跳舞，他们可以自己完成这个舞蹈动作，所以让我们印象深刻。是主要是受到传道的邀请，我们就没有参与到安乐的服事当中，我觉得这是机会蛮合适的，所以参与了。是主要是带领敬拜跟讲道的，主要是在祷告会当中看到。大朋友小朋友都起因为了教会的事情一起带导，看到，他们虽然小朋友在故事的起手当中，虽然有点问题，但是看到他们在敬拜当中，就是这样的投入在里面，平常就是有一些会跑跑跳跳的小孩，这样认真投入的敬拜当中，就觉得他们对这个敬拜的这个投入都是非常令我感动的，也很希望以后能够再继续，有这个敬拜的。或持续让宿舍团队的也继续伴随我们生活。因为在过去我有参加过2次主办的短宣，那就一直很想念跟着教会的团队一起进到部落，跟孩子们一起互动，一起服侍神的感觉。那因为疫情的关系，教会很久没有有短宣队，那我也很久没有跟教会一起像是短宣队这样子的服侍，所以其实我一开始有一点犹豫，然后到底要不要参加？那因为梦纯姐跟小月的鼓励，所以我就最终决定再一次的参加到教会的短宣队当中，加入到这次是这样的短宣。那在这次的短宣队当中，我有负责带敬拜、游戏跟绘本故事的分享。那我觉得最让我有收获的是这次的主题，因为这次的主题是勇敢。那我觉得我现在的状态跟我遇到的情况，我觉得是非常需要勇敢这样子的一个能力。所以我觉得在这次的短宣队当中，不只是把这个能力去教导给这里的孩子，更多像是我觉得是神想要透过这个营队来对我说话，所以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信心训练的感觉。对，所以我就很感谢这一次有参加到短宣队。是因为5、6年前在土版短宣的日子都还历历在目，就一直很想要在投入短宣的当中。那直到去年开始有狮子乡短宣，那时候我是以义卖的方式参与，但今年总算是来到现场。那很大一部分也是因为开经传道他在过去3次的短宣跟我们有很多的分享，也是在众多患难中依然感谢神的案例当中最触动我的一个。那因此虽然会有很多的疲累，但我还是决定今年排除万难赶下来参加短宣。我这次的服饰有打鼓，然后带竞赛、带游戏，还有当队服。那其实真的是蛮充实的。那也是有满满的 trouble， 像是我跟姿蓉要带的一个粘土相框的才艺，那就是只有带粘土不带相框，然后我的游戏道具也没有带，就是的，就给大家添乱。但是一切我觉得神都有安排。
这样最后我们就把才艺的时间移掉，让整个时间呢可以弹性一点，小孩也可以玩到更多游戏。那没有带到的道具呢，其实最后也没有用到。那我觉得也许是神要跟我讲说，有些事情他来担心就好了，因为我们的计划美不过他的计划。这一次回到部落，我觉得完全没有失望，就借由陪伴孩子啊，然后拥抱孩子，看到他们的笑脸，就会想要为他们做更多。那比较特别的是，在这3天营会，参加了他们的一个祷告会。那怎么说呢？就是真的很喜欢啦，对，主领也是很嗨，然后祷告就几乎是用吼，那我就觉得，被他一吼，我好像什么都不用担心。那就是一个很喜乐、很释放的感觉。那加上那里的小孩啊，跟青年也会一起参加，我觉得这个很棒。就是在那个里面，他们可以学习如何祷告，如何敬拜，然后也学习爱神的心。那更重要的是，我觉得他们会知道有人在为他们祷告。那还有一个是为了跟他们的青年拉近关系，也是有一起敬拜的时间。那我还破例打了木香。那历年短宣的经验就是手都会裂掉跟流血，那不意外的今年也是。但是我还是觉得很满足、很开心大家一起。那最后要感谢强大的安乐圣团队，看到大家愿意摆上的心，就是觉得很珍贵。非常感，因为我其实去年已经来过了，然后那时候在周报在问的时候，我就在考虑说要不要来。我是觉得可以来，可是我不会主动说我要来。然后我就想，如果有人问我要不要来，我就会答应他我要来。所以后来我们上次去那个大光教会嘛，然后牧师就说，现在几个人了，声文哥你要不要来？我说好，所以我就来。大概是这样子。我一直讲好多次了，去年应该是最年轻。那个子龙不要算了。那去年啊，我来了很多长青的兄姐，他们虽然有一点很资深的年纪了，可是他们的活力十足啊，然后又关怀社区啊，然后陪我们几天的营会啊，然后那去年我就觉得说，那我去年跟他们年纪比起来，我算年轻的，结果今年刚好反过来，除了琼娟姐以外，我突然又变成年纪最大的，还表示我们教会就是不管是年长的或者我们各位年轻的伙伴弟兄姐妹，其实大家都愿意来。其实我觉得那一天参加他们的祷告会也蛮感动。其实我去年参加他们的祷告会，其实就蛮感动。其实我去年参加他们的祷告会，他们祷告跟我们一样是礼拜3，可是他们祷告会的人数是非常多，就非常多。那去年都是一些长者然后他们教会的执事主要的。那今年参加的他们的祷告会，我觉得又更特别，因为老中青都有。我一直在讲瑞安嘛，我不是跟你讲瑞安嘛？瑞安我们上课的时候他都是躺平，可是他祷告会的时候他是很奋兴。所以我觉得上帝使用人的方式都不同。那瑞安看起来其实出席率算蛮高的，我觉得他出席量。有时候虽然他在写字比较慢可是我觉得他出席率蛮高。然后你看到那个今天问的那个道法传道，一天一念10章，每天念10章，一个礼拜就要念70章所以这个是我们学习的榜样。那我们有我们的优点，我们的资源比较多，然后来到这里，他们也有他们的优势，因为他们爱主的方式是很自然、很真诚，然后教会就像一个家，所以你看今天上华传道就有讲到说，他开门的时候要考虑一下，因为一开门那个小朋友就会进来，要找传道来互动，
所以我们第一天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在楼下那个客厅，就有很多小朋友，有没有在那个客厅的地方活动？所以我是觉得，虽然我们是来做这个短宣呐，哈，我们要去做短宣，可是我想上帝也让我们看到，这一群和平教会的弟兄姐妹，哦，他们也是很热爱主，然后他们用另外一种不同的方式来热爱主，哦，这个是我们要去学习。今年我参加了超级多的服事，但是会想要参加这次的4乡短宣，一部分也是因为没有来过这个地方，然后心里面有个期待，也是希望说可以带教会一些年轻人可以一起参与在这次的短宣当中。那最主要就是跟少伟传道一起带队，然后还有从一开始的营会发想的内容，就是到底要用什么样的主题。也是很感谢神，就是我们教会有过去有许多教材的研发，所以我们可以很直接的使用以前的内容，然后带到这次的营会当中。印象深刻的事情还蛮多的，就是首先就是这次其实大家最担心的就是台风，那很感谢神，就是刚好我们提前一天来，所以台风那一天我们已经在这里，刚好我们整天都在教会里面经历那个台风风雨的时刻，但是我们完全没有被风影响到，因为我们都在教会里面。但是也因为台风，所以部落的孩子们他们就没事做就来教会，所以其实台风天那天是最多人来参加的一天。然后在礼拜3的时候，我们也盼望可以跟青年有一些互动，本来要聊天，结果最后变成我们一起在敬拜，很享受跟原住民的这些孩子们、青年一起敬拜的时刻。然后在那天晚上，我们也经历到一个很棒的祷告会，就是每个人都很印象深刻，看到大家很火热的祷告、很火热的敬拜，才知道原来这个教会其实他们从过去，他们对于祷告跟敬拜就有许多的操练，他们是一个敬拜祷告的教会。那我觉得更有趣的就是在礼拜4的时候，我们还在进行儿童夏令的时候，刚好我们就看到，下面还有另外一个团队过来，然后他们在敬拜祷告，然后我们在营会结束之后，我们就一起参与在他们的敬拜当中、祷告当中。原来他们是活水教会的其中一个短宣队，就看到说，上帝其实很爱这个地方，上帝在4乡这个地方其实带下很多奇妙的工作，所以我们也看见有一个孩子，就是原本第一天他到下午的时候，他原本说我不想回家了，然后他说他想回家干嘛？打电动，但是就持续的陪伴跟鼓励他，跟他说隔天我还想看到你哦，就没想到他隔天来，而且他的参与度很高，他3天的营会都参加了，而且他中途也没有像有些孩子突然又跑回家，然后怎么样，他3天都参加完全程。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很印象深刻，就是我们礼拜5下午在跟青年聊天的时候，他就分享到说他们这个暑假也是参加好几个营会，那他就说到有一句经文是在这3个营会当中，有3个营会里面都有提到的，也是我们在这次营会里面的一个很重点的经文，就是说到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所以我觉得神很奇妙，在不同的营会，甚至在不同的地区当中，上帝所释放出来的讯息其实是有相关联的，包括敬拜，包括在讯息的传递。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在这个营会当中，我觉得很感受到上帝的同在，并且我觉得我们好像不是来短宣，就是我们好像是一个被服侍、被短宣的角色。我们在他们的教会，在他们的青年当中，我们也看到很多，你看到这些小朋友，他们很活泼、很热情的敬拜神，这是我觉得在这次营会当中很感动，也很感谢神的部分。咱感谢上帝诶奇妙引带，互咱遮的同工吼，会当来做伙来分享
咱头拄仔有7个人吼，所以会看到还佫减一个，除了我还佫减一个吼，就是子荣啊。子荣伊讲吼，伊咧录影的时阵，伊讲伊还未准备好啦，所以伊讲伊今仔日吼要伫现场来讲啦。但是后一堂啦嘿，欢喜堂的时阵还佫来讲嘿，所以若是大家有兴趣要听伊讲吼，就是后一堂还佫留落来继续听，啊无就转去吼会当看重播嘛是会使啦。咱感谢主，其实伫即个宴会当中，咱看到上帝奇妙的引带，嘛感谢拜四的时阵，牧师娘去当中来探访。感谢拜五的时阵，有迄个春风哥、素纯姐，个世宏哥和瑞芬姐，因嘛做伙去探访，伫当中拢带来伫因教会，互遮的细汉囡仔有真美好的祝福甲礼物。咱感谢主，借着上帝引带带领，互即个宴会会当顺利来完成。就亲像一开始咱所讲的，嘛是今仔日咱所要分享的即个经文当中，讲道当中上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上帝要借着伫即个暑假，要伫真济无共款的宴会当中，要来兴起教会后一代，要来兴起教会后一代会当来更较认捌上帝，更较经历上帝。咱要怎样会当伫圣经当中，要来看到怎样会当照着上帝的心意来引带、来带领咱的后一代来跟对上帝呢？其实是圣经当中有一个真重要，咱会当学习的一个对象。咱就来看今仔日咱所要分享的这个经文。今仔日所要分享的经文伫周报第4面吼，因为经文较长，所以咱就无特别做伙来上读。但是咱伫当中，咱做伙来看。伫创世纪13章当中，就是大声公告亚伯兰伊一开始受到上帝的呼召，离开因原本的家乡，就是后来去到伫迦南地伫当中要来生活的时阵，上帝就讲要将即个地来赐予伊。但是要赐予伊的时阵呢，伊带着因规家伙啊吼，包括伊的孙仔罗德伫当中，其实因做伙的时阵，伊厝内面的财米真济。因的财米真济，伫圣经当中讲到因的财米，其实是讲到因毋是真正有遮个金钱啦。因的财米就是因所有的遮个牛啊、羊啊，遮个因的财产。所以因的财产真济，但是因的遮个牛啊、羊啊，因拢是安那，平常时拢爱甲因饲互大汉啦。爱甲伊饲互肥肥啦，安尼以后吼较有路用。所以其实呢，伫当中，因若踮伫共一块土地，其实伊遮个所有的草吼无够因做伙食，所以因必须要安那，因就必须要来分开。所以迄个时阵，亚伯兰甲罗德因两个人就开始讨论了后，因就讲好，啊无因就要离开，因就要做分开。亚伯兰就先互罗德来选一个所在，讲哦，你先看有啥物所在你介意的，你就迄个所在就互伊，你就安那，你就去遐来带着你的仆人，带着你的遮个规家伙啊，你的遮个牛啊羊啊，拢去遐来过生活。所以伫迄个时阵，亚伯兰甲罗德就开始咧看创世纪13章第10节时阵就开始。罗德就看见即个约旦河的边缘，即个边缘呢，伫当中哦，有真大片的即个草，因就感觉讲哦，安尼有水啦，啊，搁有草啦，安尼吼，即个所在真好，所以因就讲伊要踮伫遐。伫经文当中，咱会当看到，罗德讲，迄个地呢，伫耶和华还未毁灭索多玛甲蛾摩勒以前，伊讲迄个地亲像耶和华的园啊。亲像耶和华园啊，即个意思就是安那，即个意思就是讲，其实迄个所在对罗德来讲，伊看起来感觉真好诶，甚至是对世间人来看，拢是真好诶，甚至是咱会当看到，这是上帝特别祝福的一个所在。为什么安尼讲？就是因为安那，因为因讲这亲像安那耶和华的原子，就是亲像创世纪一开始讲的埃甸园共款。
为什么这个所在会遮尔水、遮尔好？这若放伫咱即马来讲吼，就是咱可得到吼一个真大笔的财产，一定吼大部分的基督徒啦，大部分基督徒若是得到真大笔的财产，伊拢会安那，一定会感谢俄罗主啦。我要为上帝来做见证啦！上帝吼为我备办吼，遮真济真美好的礼物啦！哦，我得到这个财产吼，我要将这个财产吼，要来安那，要来奉献给上帝，要来互上帝来路用啦！我要来祝福其他所有的人啦！一定安那，其实若是放伫今仔日的教会来讲，若是伫当中有基督徒得到遮尔好的财产，一定会想讲哦。这一定是上帝的恩典。我相信对罗德来讲，伊一开始看到这么好的地，伊一定嘛想讲，哦，这一定是上帝的恩典，感谢俄罗主。所以罗德就选择这个约旦河的这个所在，伊就开始安那往东边来耍，因就彼此分开。所以阿伯兰就踮伫迦南地，罗德就踮伫这个边缘这个所在。但是呢，伫当中，咱要注意一件代志，就亲像咱以前拢捌讲过，其实罗德选择伫约旦河的边缘即个所在，其实是安那，其实无毋对。伊选择即个所在，其实无毋对，因为阿伯人原本就是互伊选的，所以伊选即个所在其实无毋对。伊选即个所在嘛，的确是上帝要赐予伊真美好的恩典。但是重点伫倒位？重点伫伊踮伫即个所在的时阵，伊毋是安那，伊毋是继续来挖掘上帝。经文甲咱讲，伊渐渐甩移伊的帐篷，直到索德玛。伊渐渐甩移伊的帐篷，直到即个索德玛。圣经后来一句话讲安那，伊就咧做一个注解啦，讲索德玛即个所在是啥物所在呢？索德玛遮的人伫耶和华的面前是安那罪大恶极。罪大恶极意思就是因犯罪犯了到一个程度，因罪大到一个程度，已经是上帝感觉无法度赦免因的罪。咱就会当看到讲，这是罗德伊的选择。罗德伊的选择一个真大的问题，毋是伊选择约旦河的边缘即个所在。罗德选择一个真重要的问题，是因为安那？因为伊渐渐刷伊的帐篷。咱搁来看另外一个人，就是阿伯兰。阿伯兰伊是怎样来将伊的帐篷放伫倒位呢？经文甲咱讲13章14节到18节，罗德离别阿伯兰以后，耶和华就对阿伯兰讲安那，讲你起来，你去看遮行遍即个地。因为我要将这个地赐予你，后来阿伯兰就搬伊的帐篷来到伫希伯伦万里的这个橡树迄个所在来徛起。经文讲安那，阿伯兰伫遐里为耶和华起了一座坛。阿伯兰伫当中，伊的帐篷是刷来到伫这个所在，讲安那，我要伫遮来起一个祭坛。我要伫遮来起一个祭坛，为什么要起一个祭坛？我要感谢上帝，我要感谢上帝带领。虽然上帝无予我一个真上好的土地，上帝无予我有一个上水的土地，但是我犹原要感谢上帝，因为上帝讲这是伊所赏赐予我的土地。这原本毋是我的土地，但是安那上帝予我伫遮徛起。我就会当伫当中来俄罗主。这是阿伯兰、阿伯拉罕甲罗德因两个人真无共款的所在。因拢是相信上帝的人，因拢是相信上帝的人。圣经其实甲咱讲，罗德嘛是算伫一个义人的内面哦，就是耶和华上帝咧，上帝要毁灭索多玛进前。其实，迄个伊有咧先甲阿伯兰讲嘛，阿伯拉罕伫迄个时阵，伊就讲安那，伊就来甲上帝有即个讨价还价，伊就讲安那，讲伊就出价讲，哦，若是搁剩50个义人，安尼请你毋通毁灭，无40个好啊，无30个好啊，
伊就开始伫遐咧出价。所以其实伫当中，上帝其实是看到伫索多玛当中，阁有义人，迄个义人就是啥物人？就是罗德。所以其实罗德嘛是算伫义人的内面，但是因信仰的根基无共款。罗德甲亚伯拉罕，因两个人拢原本拢是相信上帝的人，拢是基督徒，但是因信仰的根基就无共款。因信仰插根伫无共款的所在。因两个人的信仰插根伫无共款的所在。亲爱兄弟姊妹，咱要来思考一件代志。对咱来讲，咱的信仰是插根伫什么所在？咱的信仰是插根伫什么款？是瓦近上帝，要来起祭坛来阿乐上帝，来感谢上帝的所在，也是插根伫亲像索多玛共款，瓦近世界。罪大恶极，所有的人拢在犯罪，这款的所在，是一个充满伫世界的美血的所在，也是咱的活命是建造伫祭坛顶面。伫咱教会过去10几年来，一直咧传讲祭坛的信息，一直咧传讲讲上帝要引带咱，上帝要带领咱，咱就要用祭坛来回应上帝，就是将咱个人的活命起造伫即个祭坛顶面。亚伯拉罕伫当中是咱真大真好的模范，但是伫罗德伊的活命当中，伊就毋是安尼。安尼，咱会来思考一件代志：咱的信仰会当互咱产生影响咱吗？若是咱的信仰插根伫什么款的所在，就决定讲咱的信仰会产生什么款的影响力。咱的信仰插根伫什么款的所在，就决定讲咱的信仰会产生什么款的影响力。咱若亲像罗德共款，罗德是安那？就是咱头拄仔讲的，伊渐渐徙移伊的长病，直到索多玛。伊原本毋是，原本阿哥一开始徛起的所在，就是伫即个边缘的所在。阿哥毋是瓦近索多玛哦，但是伊安那，伊就渐渐煞，渐渐煞，渐渐煞。伊的长病就一直咧挖世界迄边去，伊的长病就一直咧挖世界迄边去。其实这代表安那？代表讲对咱来讲，就亲像伫华语当中有一句话讲安那，讲即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就是咱挖近倒一边，咱就加倒一边，搁较成啊，搁较成。咱若是挖近亲像亚伯拉罕这边，虽然罗德若是伊伫伊的长病游园踮伫遐，伊游园伫当中来起这段学习亚伯拉罕的模范。安尼，伊就是一个真好的见证，伊就是一个真好的模范。但是安那，伊无安尼做，伊就渐渐煞，渐渐煞。因为伊踮伫即个世界的美血当中，伊一直感觉讲，哦，索多玛迄个所在吼，感觉真好呢。伫遐吼，工作的机会较济呢。伫遐吼，会当有机会趁搁较济钱呢。伫遐吼，有搁较济朋友会当交关呢。啊，可能伫当中吼，会当有搁较济机会，所以伊的长病就渐渐刷往即个城市去。伊毋是倚靠上帝，伊就开始咧想讲，我会当倚靠即个世界，互我啥物？我会当倚靠即个世界，会当得到啥物？这就是伊的信仰插根伫无共款的所在，伊就产生无共款的影响力。刷来，咱就来看，伊的信仰的影响力是影响到什么人呢？咱就来看，伫圣经当中甲咱讲，当19章的时阵，上帝要毁灭索多玛的时阵，上帝就派2个天使伫当中去到伫罗德因兜，去到伫罗德因兜的时阵，伊就讲，伊就对因讲安那哦。即马吼，上帝要毁灭即个所在啊，所以请你安那，赶紧甲你厝里的人安那，赶紧带走，带离开索多玛，安尼恁就袂受到毁灭啦。赶紧甲你厝里的人带离开索多玛，恁兜就袂受毁灭，因为上帝要将即个城市完全毁灭。所以伫迄个时阵，罗德就开始安那，经文甲咱讲，伊就出去，甲
去甲遮个因的囝婿讲，就是带因的查囝，伊的囝婿讲安那，恁起来离开即个所在，因为耶和华要毁灭即个城。但是经文甲咱讲安那，伊的囝婿却掠做讲，伊所讲的是安那，是咧讲生笑啦。讲哦，就亲像咱今仔日吼，若是咧听着讲哦，我甲你讲哦，明仔载吼，就迄个对方迄个飞弹吼会爬过来哦，安尼吼就安那，就明仔载就是咱若无较紧走吼，咱就安那，就世界末日啊啦。啊，大部分的人在想讲无可能啦，哪有可能啊？哪有可能要遮尔紧啊？所以就开始讲哦，进前啊拢无人咧讲，若是哪有可能遮尔紧就有即个进前拢无即个征兆，但是其实安那，其实是因无发现尔。所以这就亲像伊的囝婿，伊就安那，伊就听讲伊所讲的话，就感觉伊是咧讲生笑。其实这当中有一个真重要的重点，若是罗德伫因厝内面，伫因兜。若是罗德伊所讲的话是有分量的，若是伊所讲的话，伊原本所讲的话，伊厝里人会听。安尼，伊若是伫即个时阵讲，敢有可能伊厝里人会讲哦，你咧讲生笑？这就代表讲，其实罗德伊原本伊伫厝内面，其实伊无定定去甲因厝里的人讲安那，讲上帝的真理。伊无认真咧引带伊厝里的人咧认捌上帝，所以当上帝真正对伊讲话的时阵，伊厝里的人感觉讲：哦，你即个爸爸，你原本你平常时就也无甲上帝遮亲近啊！啊，为虾米即马雄雄咧讲上帝甲我讲虾米？伊就咧想讲安那，敢是伊是咧讲生笑？因为安那，因为罗德。其实，伫因厝内面，伊无真正真好的见证，伊无真正真好的见证，会互人感觉讲，伊所讲的话会当信，伊所讲的话会当信。这是真可惜的所在。咱搁看后来，到迄个时阵，伊就带伊的囝婿就踮伫所多玛，伊就带因某啊，搁因查囝离开。但是呢，当时呢，耶和华就对天顶降了火。要来降伫即个所多玛甲蛾摩列，啊，就安那将遮个城内面所有居民的地上所生长的，拢毁灭了。当即个时阵，经文佫甲咱讲，罗德因某，伊的妻子就伫后壁，伊就安那，伊就回头看。一开始是天使咧对罗德因兜讲安那，讲恁离开的时阵，原拢毋通回头来看。毋通回头来看，讲迄个城市变做安那，原拢毋通回头看。但是安那，但是罗德伊的妻子，伊犹原伊真少年讲哦，我伫所多玛有真济财物，有真济财富财产，拢伫遐。安那啊，着上帝讲一句话，就完全拢无去啊！我真可惜呢，我想要看我的财物吼，最后一眼呐！我想要去看，啊，就伊回头，啊，就安那经文甲咱讲，伊就变做一个盐条啊。其实伫圣经当中，甲咱讲遮个话，其实是各一摆讲到罗德伫伊的厝内面，伫伊的家庭当中，伫伊的信仰无法度对伊的家庭产生影响力，伊的信仰。就敢若会当甲伊家己顾好尔，但是伊无法度去帮助伊厝里的人，更较认捌上帝。因无法度去帮助伊厝里的人，更较经历上帝的带领。后来，阁有一件代志，就是因离开所多玛以后，伊就甲因两个查囝，就踮伫即个城市，伊就去蹛到伫山顶。伊就住伫一个棚坑内面，后来呢，就是安那，就是伊大汉查囝就对细汉查囝讲，咱的父亲已经老啊，地上阁无人会当照着世界的规矩入来到咱遮。意思就是安那，就是讲吼，地上的人吼，照世界的规矩的意思就是无人来到
来甲咱的父亲叫安那，佮继续甲伊做伙，因为因某已经离开啊，所以就无人会当佮伊甲伊结婚，安尼因兜就无后代啊，所以伊就讲安那，讲安尼因两个查囝就讲，咱来叫咱的父亲啉酒，甲伊同困，后来安尼咱通好为伊尊老后下。所以伫当中，因两个查囝就去甲罗德做伙困，后来就为因生囝。伫当中，咱就搁看一件代志，就是因两个查囝，其实伫因活命当中的教育、信仰的教育，其实嘛是共款。挖尽世界的规矩，挖尽世界的道理，挖尽世界的教讲，恁会当安怎做？恁想要安怎做就安怎做。因就无照上帝的真理来行，这拢是因为安那？因为罗德伫伊的活命当中，伊无真正伫伊的厝内面产生信仰的影响力。伊厝内的信仰的教育其实是失败的。罗德伫伊厝内面的信仰的教育其实是失败的。咱搁来看，安尼，啥物才是真好的信仰的教育呢？就是亲像亚伯拉罕同款，亚伯拉罕的信仰教育是安尼。创世纪22章的时阵，是亚伯拉罕伊当伊伫21章的时阵，上帝赏赐予伊有一个独生囝，就是以撒。但是到伫22章的时阵，上帝就对亚伯拉罕讲安那：你爱将即个以撒安那献做烧祭，献互我。亚伯拉罕伫当中。其实伊心内面，我毋知伊敢是有100个不愿意，但是伊嘛是安那，伊嘛是着照着上帝话咧行，伊着甲以撒带出去，要讲要到伫耶和华所指示的所在去。后来亚伯拉罕到了迄个所在，伊着讲安那，伊将烧祭的柴放伫以撒的身上，亚伯拉罕家己着摕着火甲刀，着两个人做伙同行。以撒着对伊父亲讲。对于父亲亚伯拉罕讲：“父亲啊，伊讲我伫遮。”以撒讲安那，请看，火甲柴拢有啊，烧祭羊羔伫倒位呢？火甲柴拢有啊，烧祭羊羔伫倒位呢？以撒会讲即句话代表安那？代表伊知影献祭需要啥物物件嘛？代表讲献祭需要火甲柴，阁需要有一个祭物嘛？就因无炸祭物嘛，所以伊就咧问因爸讲：安尼，咱的祭物伫倒位呢？所以这代表讲，以撒其实伊知影献祭需要啥物物件，这嘛就代表安那？代表亚伯拉罕其实伫伊平常时，伊就定定咧带以撒做伙献祭，带以撒做伙来起祭坛，做伙来献祭，做伙来备办这的祭物。所以以撒较会知影讲，今仔日咱无炸祭物。所以其实这就互咱知影，亚伯拉罕伊的信仰教育就是安那，定定带着伊的囡仔做伙起祭坛，做伙挖滚上帝，做伙向上帝来祈祷，做伙来感恩，向上帝献上感恩，献上阿乐，献上敬拜。这是亚伯拉罕。伫伊活命当中，伊所做的信仰的教育。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咱要来思考的一件代志，就是信仰的传承这件代志。为什么咱今仔日的主题讲到伫这个暑假，其实定定咧讲到要来兴起咱的后一代，要来兴起青年的世代，要来兴起儿童的世代，因为伫基督教。特别伫基督教的教士报告当中，其实咱会当看到青少年的人数愈来愈少，青少年稳定来聚会的人数愈来愈少。儿童可能还阁差不多，但是儿童成长到一个地步的时阵，就感觉安那，感觉哦，我会当决定我家己敢有想要来教会啊。当伊会当决定伊家己敢有想要来教会的时阵。若是伫迄个时阵，伊的父母无坚持讲，你就是爱来教会，安尼伊就可能会往世界迄边去，伊就无想要来教会。伊讲
我伫世界有更较侪好耍的代志，我伫世界有更较侪我想要得到的代志，伊就无想要来教会。伊的信仰就伫即个所在，就成做一个断点。所以信仰的传承伫当中真重要。咱要来思考一件代志，咱对上帝的态度是怎样影响咱厝里的人？咱对上帝的态度是怎样来影响咱厝里的人呢？我知影，我相信，伫咱当中，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拢是真疼上帝、真乐意、真渴慕来敬拜上帝的基督徒。但是咱爱来思考，安尼，咱诚做即款的人，咱厝里的囡仔敢知？咱厝里的囡仔敢知讲？哦，原来我爸爸妈妈，原来我阿公阿嬷是遮尔疼主的基督徒。咱厝里的人有知无？咱厝里的人有看到讲？哦，我的爸爸妈妈，我的阿公阿嬷，伊是遮尔热情咧敬拜上帝，伊是遮尔热情讲哦，我要将我家己献予上帝。咱的厝内面的囡仔，敢有想到讲，我嘛要真做亲像爸爸妈妈、亲像阿公阿嬷即款的基督徒，我嘛要真做即款疼上帝，要来渴慕上帝，要来敬拜上帝的基督徒。伫咱的活命当中，咱敢有伫咱的厝内面产生这影响咱？嘛，毋是干那伫咱厝内面尔。伫咱的教会当中嘛是共款，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敢有互咱教会的后一代看到讲，原来咱教会的长辈，原来咱教会相亲的这兄弟姊妹，原来咱教会伫当中参加台语堂这兄弟姊妹，因是这么疼上帝，因是这么乐意来敬拜上帝，因是这么甘心咧奉献，甘心咧倚靠上帝。咱敢有互咱教会后一代看到讲，原来咱教会有遮尔济敬虔的长辈，有遮尔济疼上帝的长辈，遮尔济同心努力来起造教会的长辈。咱对上帝的态度是怎样影响咱厝里的人？是怎样来影响咱的教会的后一代？是正面的影响呢？还是负面的影响呢？各位亲爱兄弟，咱的后一代会想要真做亲像咱即款的人吗？咱的后一代会想要真做亲像咱即款的人吗？这是咱会当做伙伫经文当中做伙来思考的代志，伫讲道当中咱做伙来思考的代志。上帝要将咱家己，要将咱的家庭，要将咱的教会带到伫什么所在？咱敢是愿意借着亲像阿伯拉罕共款，毋是亲像罗德共款？伫新约当中，对罗德有即款的评价。伊讲安那？伊讲罗德，即个义人罗德，伊圣经甲咱讲，彼得后书当中甲咱讲，伊是一个义人哦，伊是一个会为着即个歹人的言行啊个忧伤，会为着歹人所做毋对的代志会忧伤的人，伊是一个义人无毋对，但是伊即个义人，伊就是顾好伊家己安尼尔，伊无法度去互其他的人，因为伊来认捌上帝，无法度去互其他的人，因为伊来互人感觉讲哦，我要亲像甲伊共款的人。伊无法度做到安尼。罗德原本嘛是伫义人的内面，但是伊家己的义无法度拯救伊厝里的人，甚至是无法度影响伊的厝里的人做伙甲伊认捌上帝。罗德敢若会当日日逐工伫当中咧忧伤，但是无法度带来改变。安尼对咱来讲，咱有法度带来改变吗？咱信仰的活命会当影响什么人呢？咱信仰的活命会当影响什么人呢？伫过去这个礼拜，伫和平教会当中的儿童
夏令营当中，咱看到，这是咱阮这个团队伫拜三的时阵参加因教会的祈祷会，这个是因的团队啊，这个是因的团队啊，这就是他拄啊，咱看到影片当中圣文执事咧讲的迄个细汉囡仔，迄个小朋友，伊叫做瑞安。瑞安这个人吼，伊这个囡仔吼，伊真特别。伊特别是啥物特别呢？就是孟春传道伊嘛有讲，伊就是一开始，就是第一天来的时阵，伊讲哦，我下晡吼想要转去厝里啦。为虾米？我想要转去拍电动啦。我唔知影吼来遮敢好耍啦。我想要转去拍电动啦。但是为虾米伊留落来？因为安那？因为咱互伊鼓励讲，你着留落来，你就继续来。你继续来会发现讲，哦，伫遮其实是真好耍的。后来伊就安那，伊就真正逐工拢来，并且是参加专庭的哦。参加安那，就是后来伊是得到即个全勤奖的。其实毋是干那伊即个囡仔，其实有真侪囡仔，因拢是参加专庭的。咱搁进前去到伫日本的时阵，其实嘛是有一个囡仔嘛是共款，但是迄个日本的囡仔吼，就是伊第一天无来，伊第二天来。伊就讲安那，伊就讲吼，伊原本咧思考讲，过工搁要来无啦？但是伊毋是要拍电动啊。日本的囡仔较认真，伊讲吼，伊是要去上课啊。伊原本是要去上迄个日文课啦，但是安那上日文的课，但是伊讲吼，伊就来第一天吼，伊就感觉讲哦，我感觉遮较好耍呢，我感觉遮吼，我收获很多。伊是讲伊收获很多，所以伊过工就继续来，伊就讲无吼，我迄个日文课吼，我可以翘掉啦，我就不要去上啦。伊就讲安尼，伊就继续来参加营会。所以伫即个教会当中，咱会当看到，其实遮个细汉囡仔，其实伫因细汉的时阵，因教会祈祷会是安那呢？就是因7点半开始祈祷会，伊差不多7点10分的时阵。伊就开始咧广播，伊就咧对全村广播说群里教会报告，和我们7点半的时候即将举行祷告会，请弟兄姐妹踊跃参加。伊就开始就是全村咧广播，就像遮个人吼，一直7点10分就咧广播啦，大家就会当姗姗来迟吼，就拄好7点半的时阵开始啦，就开始咧举行即个祈祷会，就一家。有一寡人吼，就是毋是干那大人来，其实因囡仔、青年嘛拢来。所以当咱看到因祈祷会的人数的时阵，其实因祈祷会吼，因教会吼，绝对无比咱教会搁较侪人啦。但是因祈祷会的人数比咱教会搁较侪呢。伊祈祷会的人数是20几个、30几个呢。当咱看到的时阵，其实咱心内面有真大的感动，就是因虽然伊教会无大间，但是因教会兄弟姊妹对上帝是真有热情的，真渴慕的。这是我第二件想要分享感恩的代志，就是当咱的团队去到伫遐参与伫即个祈祷会的时阵，就亲像孟春传道所讲的，其实咱去遐，虽然咱是第宣队去遐咧宣教。但是去遐的时阵，其实是咱家己互因咧宣教，咱家己互因咧宣教讲哦，原来祈祷会是安尼啦，原来吼对上帝祈祷，教会祈祷会是爱遮尔热情、遮尔火热的啦。咱伫当中，咱就真感谢主，上帝借着因教会伫当中，互咱有一个真好的学习。咱伫年动的时光当中，会当真做因的祝福，但是因伫敬拜、祈祷、伫祈祷会当中，会当真做咱的祝福。后来，咱阁看到，咱遮个囡仔吼，就是最后一天，拜五的时阵，就有一个活动，就有机会，就互因来带咱做伙去拜访遮个社区的长辈。就去拜访，就去送因物件，佮去为因来唱歌跳舞，会当感受到讲哦，因
部落当中吼，其实伫因教会当中，因人甲人彼此之间的距离吼，其实是足近的，其实是足近的。因会当去到伫一个人兜，伊就毋免弄门，就家己入去啊。毋免弄门，就开始咧画人出来，就开始讲哦，安尼伫当中要开始来唱歌。其实因人甲人中间的即个距离是足近的。嘛伫当中看到，其实因伫当中所带出来活命即个生命力，其实是咱会当学习的。因伫当中虽然即摆的机会，敢若有时间去陪伴遮个细汉囡仔。但是短的时间去看遮个长辈的时阵，会看到讲哦，原来遮个长辈因是怎样会当来带因的后一代，来教会来信主，来教会来经历上帝的带领。这是好，即个好，即个就是因的传道好，真少年对无？伊敢若26岁尔呢，伊敢若26岁尔。阮头一摆去的拜礼去的时阵，伊出来迎接阮，我佮看到因，佮想讲哦，这敢是因教会大学生啊？哦，那会遮少年啊？因就开始咧指挥讲哦，车要安怎停？就伫当中，伊就开始自我介绍讲哦，伊是传道。哦，原来伊遮少年哦吼，伊就安那26岁尔，但是伊是今年正月初一的时阵开始伫当中来服侍。伊开始服侍的时阵。伊就带领因教会的青年，他拄啊圣文即书有讲到安那，讲一天10章圣经是安那呢？是即个传道，伊伫每一天暗时的时阵，伊拢会组织教会青年做伙伫教会，就带遮个青年做伙一天读10章的圣经。伊就每一天哦，就带遮个青年的。每一天就读10章的圣经，我伫当中就受到真大的提醒，真大的鼓励，陪伴青年是到这个程度，每一天带因做伙。后来这是最后一天，咱甲因做伙翕相，这是因教会的青年，佮有一寡是无伫当中的，但是咱会当。咱会当看到讲，上帝其实是当中，伊咧引带即个教会，伊咧带领即个教会有一个伊真特别的所在。是啥物特别的所在？这是我第3个要来分享感恩的代志。当一开始拜3祈祷会的时阵，去到伫当中就看到，因祈祷会是安那呢？就是有一个伊祭司伫当中咧带大家带领敬拜，后壁呢就有三个。遮个青年，3个青年，一个就弹琴，一个就拍鼓，一个就弹迄个贝斯，就伫当中做伙，就开始做伙咧带敬拜。伊带敬拜是足活泼的，就伫当中我就看到，哦，遮个青年是遮尔热心咧服侍。后来佫听到讲，即个传道是怎样来陪伴遮个青年做伙来成长。我就想到一个人，就是过去因的传道开金传道，开金传道呢是阮过去去到台东土办服侍的时阵入捌的，伫当中甲因有3天的时间，甲伊做伙服侍，做伙伫当中带遮个土办的囡仔。开金传道其实伊过去，伊一直拢咧甲人讲一件代志，拢咧讲吼，伊咧牧会的时阵，伊有一个梦想啦，伊的梦想就是安那。梦想就是讲，伊会当带遮个青少年吼，会当来学习遮个乐器，会当互因会当用遮个乐器做伙来服侍上帝。所以当咱来看到伫和平教会伫当中看到遮个青年做伙用乐器咧服侍上帝的时阵，伫迄个时阵，我心内面是真感动。我心内面就想到开金传道，伊伫当中虽然伊即马已经无伫诶。伊已经受上帝接转去啊！但是伫当中，我就有一个真大的感动，讲哦，传道，你伫天顶敢有看到？你伫天顶敢有看到？看到你过去所陪伴、所牧养的这个教会，伊即马遮个青年是遮尔火热、遮尔复兴，伊遮尔热心咧服侍上帝。
后来，就伫昨昏最后一天要离开，即个西雅乡要离开和平教会的时阵，咱就伫迄个路口，咱就看到即个伫天顶有即个什么？这是安那？这毋是彩虹哦，这是安那？这是彩云呐，这是彩云呐，彩色的云呐。这我看到的时阵真特别的嘿。这张图我有收过啦，这原本有一寡电线，我叫 AI 甲伊收掉，所以叫安那讲，这是安，这天顶就出现这个彩云，我就伫当中看到，我就看到讲哦，这就是上帝对咱的回应，上帝对咱的回应，这亲像圣经当中所讲的，圣经当中所讲，上帝将这个将这个彩虹吼放伫云彩当中，就要为着是安那，为着是要见证伊甲世间人所立的约，伊甲这个土地所立的约。上帝借着这个彩虹，要互咱看到，要互咱见证讲，上帝甲咱所立的约，上帝甲咱所立的约是世世代代、永永远远要传承落去。这上帝立约，毋是干那甲哪阿一家来立约；上帝立约，毋是干那甲阿伯拉罕一个人来立约。上帝立约是甲伊规家伙啊，一直传承到伊的后裔，直到千代万代。上帝要甲因做伙立约。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的活命、咱的教会、咱的家庭，拢伫上帝约当中。咱是做伙同齐进入到伫即个约当中，做伙来敬拜上帝，做伙来进入到伫即个永远的约内面。最后，我要甲大家分享即句经文。咱做伙来读即段经文，箴言14章26节，咱做伙来上读，请。敬畏耶和华的大有瓦克，伊的儿女也有避难所。阿门。敬畏耶和华的人是大有瓦克。伊的儿女嘛有避难所，愿咱敬虔的活命、信仰、敬虔的信仰活命，会当成做咱后一代的避难所，无受到即个世界的影响，会当帮助因坚持行军队上帝的道路。当未来的时阵，可能上帝有一天会亲像毁灭索多玛、俄摩列同款。愿咱的活命会当成做咱囡仔的避难所，保护因无受到毁灭。这就是上帝伫咱活命当中的引带甲带领，是上帝伫家庭、伫教会当中真美好的心意。咱同心来祈祷，听从阮的主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的听从、你的恩典够也阮用，互阮知影。阮伫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毋是阮家己会当经历上帝你的引带，毋是阮家己会当经历上帝你的带领，是阮厝内面的人，是阮教会当中每一个兄弟姊妹，甚至是细汉囡仔，拢会当伫当中借着阮的活命来经历上帝你的恩典，来经历上帝你的引带。主啊，求你亲自带领阮教会当中每一个兄弟姊妹，愿意跟对你来行，对上大汉的到上细汉的，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拢要行伫上帝你的真理恩典当中，直到永远。阮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时咱要伫主的恩典当中，用感恩的心，咱做伙来奉献。奉献是上帝对咱活命为着咱对上帝恩典的一个回应。咱感谢主、阿乐主，因为上帝恩典引带带领咱，互咱会当伫当中借着咱的奉献，会当来回应上帝的听，回应上帝伫咱活命当中真美好的引带甲带领。这时，请咱做伙起立，咱做伙用诗歌同齐来敬拜、来阿乐、来回应上帝的听。唱出感谢。
咱着当心学了只管主上帝，伊是掌管你我生命万物的主宰。咱着回头转来朝见主的面，伊是掌管宇宙的。我的主，咱的君王，全地拢着跪拜伊。我的主，咱的君王，你的权势只管无变。咱着当心学了只管主上帝，伊用慈悲款待世间，咱唱出感谢。咱着吟诗伫圣殿来学了伊，伊是咱的主上帝嘞。着是伊是掌管你我生命万物的主宰。咱着回头转来朝见主的面，伊是掌管宇宙的。我的主，咱的君王，全地拢着跪拜伊。我的主，咱的君王，你的权势只管无变。咱着当心学了只管主上帝，伊用慈悲款待世间，咱唱出感谢。咱着吟诗伫圣殿来学了伊，伊是咱的主上，伊是咱的主上帝，伊是咱的主上帝。咱当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天父上帝亲自照着伊同样的恩典疼痛，赏赐伫你甲你的全家，互你全家同齐经历上帝引带甲带领，领受上帝永远美好的约。愿主耶稣基督亲自引带你的活命，跟对耶稣来行，伫每一天的道路当中，知影要怎样挽滚上帝的恩。要怎样起这段守望来挽滚上帝的带领？愿上帝亲自引带带领伫你甲你的全家。愿世人智慧甲启示的圣灵引带你明白上帝真理的话语，互你伫每一天会当知影，跟对上帝来行，嘛教示你的囡仔对上帝来行，直到永永远远。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灵的感动甲引带，定定甲你三甲同在，特别也要甲你厝里的人三甲同在，对答直到永永远远。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阿门，兄弟请坐，咱第一堂崇拜就到这结束。愿上帝祝福大家平安。